呢排總嗰度有人拍戲喎。吓，你講嗰啲啊？係啊，嗰度唔係拍戲啊，聲，佢哋真係打 golf 噶，真係有錢佬嚟噶。我以為得香港先有高爾夫球場嘅啫喎。唔需要去到香港，中山咧都已經有咁靚嘅高爾夫球場㗎啦。咁樣咧，你可以睇翻個景啦，環山抱水啊，水咧係長江水庫直接分支分流出嚟㗎。咁樣咧喺咁靚嘅環境之下咧，今日咧華仔阿 Tom 帶大家嚟到嘅就係位於中山火炬開發區嘅官嶺呢個樓盤啦。咁講起呢個樓盤咧，係市區少有擁有咁靚嘅環境之餘，仲要有獨得天獨厚嘅一個交通配套嘅。首先咧喺呢一度咧，40分鐘可以到達翻深圳嘅寶安機場啦，50分鐘咧係可以直達翻一個珠海嘅金灣機場，半個鐘咧就可以到達深中通道。咁講緊去前海啊，都唔使1個鐘啦。去港珠澳大橋嘅口岸咧，total 啊都係個零鐘，可以咁講咧，個零鐘暢遊粵港澳大灣區9+2城市。咁咧嚟到我哋小區呢個位置咧，一映入眼簾嘅就係一個東方禪意主題嘅一個綠化啦。咁超40%嘅綠化率咧，遠超成個中山嘅平均水平嘅。咁除咗外部咧，剛剛睇景嘅位置咧，有36.4平方公里嘅長江水庫啦，同埋國家級5A 景區嘅一個五桂山，咁形成咗咧3面環山、1面臨湖嘅天然生態屏障嘅。咁樣負氧離子咧係比平時嘅城區咧超翻8倍咁多嘅。咁可以睇到呢啲樓嘅佈局啦，就一字形排佈嘅。業主足不出戶咧，都有好多嘅生活配套啦。包括健身區啊、瑜伽室啦、乒乓球室啦、網球室、趣味籃球同埋一個游泳池嘅。咁跟住我個鏡頭咧，帶大家參觀下成個小區啦。咁官嶺呢度深受咁多香港業主嘅鍾意咧，其中一樣就係呢一個會所啦。咁呢一個會所咧分為3層啦。咁面浸呢一層咧就係網球場嘅。咁而中間第2層咧，即係下沉式咧，就係游泳池同埋一個最趣味嘅籃球場嘅。咁呢個趣味籃球場咧，中意打球嘅朋友仔包括華仔自己都中意打嘅。咁落雨天啊，或者有太陽啊，完全都可以唔影響到你哋嘅進度嘅。而呢一邊咧，就係做翻游泳池板塊咧，有一半咧都係可以遮雨擋風嘅，咁樣可以確保翻一個唔受天氣影響咯。跟住然之後呢一邊咧就做翻啲親子間啊、公共衛生間咁樣嘅。咁跟華仔嚟到樓上咧，呢個係一個2梯4戶，比較東南亞式嘅一個設計啦。咁呢個樓盤咧，剛剛都講到啦，住咗80%嘅香港業主。咁咧，我主推咧係108方呢個戶型嘅。如果要其他細戶型，一陣咧可以私信我發翻俾你嘅。咁入戶咧，佢係一個餐廳，咁然之後係一個 L 型嘅廚房連接住嘅。咁咧外邊咧外置咗一個咧生活陽台啊，可以保證翻咧一個通風同埋採光啊。咁咧108方咧做翻一個南北對流嘅。咁剛剛一開頭睇到嘅景觀係喺樓下，咁我哋即管睇一睇喺樓上又係一個乜嘢嘅景觀啦？超大嘅樓距可以睇到五桂山啦、高爾夫球場啦，同埋長江水庫嘅，簡直就係3面環山、4面環湖嘅一個天然大氧吧嚟嘅。咁睇完我哋嘅一個客廳嘅區域咧，就嚟翻我哋嘅靜區啦。呢一個咧衛生間咧做得比較大，乾濕分離啦，3段式嘅。咁呢一邊咧右手邊咧係一個次臥啦，次臥做櫃加張床，再加多一個書台，開埋窗嘅位置咧，完全咧都係比較寬敞嘅。咁呢一邊咧對流嘅位置咧有另外一邊，呢一個咧就景觀比較靚啦。呢個房間景觀都係可以睇到高爾夫球景嘅。咁而嚟翻我哋呢一個主臥啦，咁主臥呢一邊咧，佢係等同於橫型設計嘅。橫型設計連接住呢一邊咧，可以設計翻書台啦，同埋一張 iPad 啦。咁呢一邊咧，亦都係可以睇翻景嘅。咁可以影影啦。我哋呢度咧做咗一個咁大嘅櫃隔離咧，有一個3段式乾濕分離嘅一個衛生間啦。咁其實總體嚟講啊，入則寧靜，出則繁華，其實講嘅就係官嶺咯。咁接下嚟咧，如果你對我哋嘅項目或者大灣區嘅項目有興趣嘅話咧，隨時 call 華仔或者咧私信我問我攞資料包。咁今日就介紹到呢度啦，拜拜。